看这救灾麦当救出诈骗的问题，就是因为中南部这波水灾呢，互不少流浪猫仔、狗仔收容园区嘛同款受灾。也毋过，所有一个专门伫咧网络无饲料的平台，无经过授权，就甲台湾动物救援小组的影片甲摕来用，而且搁伫咧网络拍广告。袂少人是捐钱斗3工，落尾才发现讲，这拢是怪人的。 饲料平台业者的面册顶悬一篇一篇的文，写的拢是即摆南部地区有猫仔狗仔收容园区受灾，望大家斗3工来买饲料，袂少民众拢有捐钱。毋过即几工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刷刷接到民众检举，讲即间饲料平台是用因的影片去看广告，爱大家捐钱送饲料。救援小组一查才知影，即间公司是私人的，毋是公益团体。初步估计有上万人捐钱。因为网友看到这些猫狗园区很惨的这些状况呢，那他们就误以为说这个也是一个公益团体，所以就纷纷捐款。那其实呢，并不知道说他们其实是一家100%以盈利为目的在贩售饲料的公司。因为广告影片剪接的访问有的不是受灾园区，所写的文字嘛会互民众误解，家己捐的钱是要帮助灾区，所以袂少民众拢感觉家己互骗去，要求业者要讲好清楚。业者也打出声明，不过说只有针对无授权使用公益影片的部分来道歉，捐款运用的部分拢无说明。这个平台有公布真侪受帮助的收容园区，记者也是在敲电话去了解，敢有收到业者送来的爱心饲料。他们有做到啊，这我不晓得说中间这个他们的募跟送之间的一个怎么个情形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他是真的有送到我们这儿来。虽然纠正的这间园区无受灾，不过确实有收到爱心饲料。不过业者的做法确实会引起误会。但是在纠正业者因无要接受访问，只有讲会将捐赠的资料整理好势，到时公布伫网站。私人公司伫网络传播的行为敢有违法？台南市府当咧查明，针对这个事件，台湾动物救援小组也呼吁民众，伫咧做公益的时阵，一定要多方面的查证，避免受骗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